那视障者虽望目睭看无，也阁应当用身体其他部分来感受这个世界。台北市视障者家长协会2天来，都协助10个视障者摕到美国哈纳认证，开发出20款的精油香薰的作品，带乡亲咱嘛同齐来看因是安怎做的。 这一罐一罐的精油，拢是视障者的作品。台北市视障者家长协会2天来促成10个学员摕到美国纳哈认证，开发20款香薰作品。其中一个学员刘子如本身是读音乐的，伊就把音乐的元素也放入去伊设计的精油内底。我是一个视障者，我的视觉无啥好，所以我就开发这个嗅觉甲听觉，因此呢，我就做这个香薰作品叫做独立庆典。这个作品呢，内底的这个香薰精油，伊的组成是安尼。我家己分做4个调性，头一个是这个观音，过来是中音，过来是中低音，过来是低音，这4个。 伊表示，这个作品想要展现民主自由的光辉，才会有遮侪的气味。观音用薄荷，中音用佛手柑，中低音用肉桂，低音用夏威夷的檀香来设计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用这种精油来呈现这个管弦乐团的每一个声部等等。 老师表示，教这寡学生的话，就和一般的学生无同，伊会带因实际到园里去品这寡食物的香气。我们从原始的植物的香氛，就让他闻到原始的味道之后，进而还知道说，萃取出来的这个浓缩的精油是什么样的味道。虽然看袂到，唔代表无法度做。这寡学生运用因身体其他的感官，做出精油的作品来体验这个世界。记者柯嘉轩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